HSK 标准教程4上。第2课：真正的朋友。课文1：小夏和马克聊马克的中国朋友。来中国快1年了，你适应这儿的生活了吗？开始有点不习惯，后来就慢慢适应了。最近我还交了一个中国朋友。那就好，快给我讲讲你新交的中国朋友。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，平时我们常常一起看书、逛街、踢足球。有时候他还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。你的这个朋友真不错，下次介绍我们认识认识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，正好一起去吧。生词：适应、交、平时、逛、短信、正好、专有名词、夏、马克。课文2：小李和小林聊同学聚会的事情。星期天同学聚会，你能来吗？能来。班里同学，你联系的怎么样了？来多少人？差不多一半吧。张远还专门从国外飞回来呢。是吗？毕业都快10年了，真想大家呀。对了，今天早上我在地铁站遇到了王静，她毕业后就去上海工作了。她这次是来旅游的。那太好了，麻烦你跟他联系一下，请他一起来参加同学聚会。聚会就在学校门口那个饭店，6点半，别迟到啊。放心吧，星期天6点半见。生词：聚会、联系、差不多、专门、毕业、麻烦、专有名词、林、张远、上海。课文3：孙悦和王静聊他们的朋友。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？你真年轻。这是上大学时的照片。一看到这张照片，我就想起过去那段快乐的日子，好像重新回到了校园。旁边这个人一定是你的好朋友吧？你们现在还联系吗？当然了，尽管已经毕业这么多年，我们还是经常联系的，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。真羡慕你。我上大学时最好的朋友去了南方工作，我们俩已经好久没联系了。我一会儿就给他打个电话。对，要知道，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，有一段真正的友谊，是多么不容易。生词：好像、重新、尽管、真正、有意、